美國金融危機惡化，第五大投資銀行貝爾斯登要摩根大通出手拯救。學者認為事件反映美國銀行同銀行之間失去互信。港股受美國信貸危機影響，急跌近1200點。新聞嘅詳細內容，環球股市大跌，港股跌超過1000點，恒生指數跌到7個月嘅低位。而亞洲股市亦都全面下挫，其中日本股市係跌超過3%，至於南韓同埋台灣股市亦跌1.5%以上，而內地、上海同埋深圳股市就分別跌超過3%同埋4%。至於歐洲股市早段亦都表現疲弱。睇睇最新嘅倫敦富時100指數係報5501點，法國法蘭克福 DAX 指數就係最新報6237點，而巴黎 CAC 指數最新係報4467點㗎。我哋同鄧俊輝傾下先，輝弟又點解個市會跌咁多呢？市況南大市急跌咧，主要係美國聯邦儲備局喺亞太區股市開市之前突然宣布係調低貼現率㗎，同埋係放寬借貸嘅條件。加上美國第五大投資銀行貝爾斯登爆煲，要摩根大通出手相救，令到環球投資者都擔心信貸危機會進一步惡化，以致到環球股市嘅下跌㗎。而喺本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就話，本港嘅金融體系